你看有台本名，这嘛是证明地球是圆的所需要的会员机票。叫迄阵一寡存款出去行行看看，啊开较济着会员机票，过来着甲在地人熟识伴我求生存啦。想要去共在地斗相共，亲像卖无彩叫春时的组织，啊嘛去人图书馆、美课业、黑课业，行到人在地社区的所在看卖。咱即届故事是要为我人咧课本行，带咧修自行车，要着去买，嘛有文买 programming， 关心社会政治，创造武社运，以一间鸟舍厝来开始讲。即篇毋知会做到当时，总是我严密要去上班啊。就是讲，即届出去较侪所在，有看到人的系统、人的制度会无共，人有人的好，人有人的歹，人较侪是，反正是咱爱搁较好的所在。就是讲，咱有咱的问题，人有人的问题，世界有咱大家做伙的问题，和平啊、烟消化变啊、资源啊，遐个数字伫遐跳，敢真正足有效率的。其实，所以讲我嘛咧想讲，台湾教育的材料啊，搁较侪爱学，像要做一个平台，做到主成的功夫，是有人去牵教，想要做一个系统，会当互人搁较信任，互相斗相共。有想要做伙嘛，会当来做伙来讲啊，无就是有进度才报家会知。当然，我即篇要讲课本行是，我迄阵看到因一项代志是因为东起自行车嘛足侪款载货，拢嘛看有。你想讲咱台湾敢嘛会当安尼？其实想想诶，咱台湾学倒摆较侪嘛是有道理诶，就是大个县市敢拢较接近安尼。迄阵嘛小可研究一个自行车无共款式，发现讲其实足侪拢已经有人做过。敢会当反省要有机会，毋知或许。搁有这是我伫路位拄着的前辈，伊有做即款自行车是倒会坐，水里嘛会当坐，我感觉足厉害。主要就是若要舞代志，环境来小找，做伙来研究，看啥物较有意义的，做伙来舞，做伙舞代志，出代志，所以